开始。堂下地杯，洗煮的阿爸坐到顶头档看报纸。忽然间呢，洗煮的阿爸讲：洗人家阿妹，洗人家阿妹听到有声音喊出来讲：妈家事情很多，他在啥？洗煮的阿爸讲：人家洗人家的，俺想不着，去大边，你想用吧？洗煮的阿妹讲：阿妹哪妹有爱有笑哦？洗煮的阿爸喊声音出来交代。洗煮的阿爸讲：太保你保西保，你就要出来一下。住太保、二保、四保，听到阿爸喊，全部喊出来讲。阿爸阿妹喊来就出来，有哪个事情讲嘿嘿么？住爸爸讲。新哥呢，你就全部太嘞，俺想分着钱，你就讲你那不一件我上家里呀，你就想用吧。用埋22年前，我哋喺邊出世，呢種咪真係單槍帶到2-3年天天，就像唔知幾時開始嘅天壤，我唔知用辦講故事用辦開始嘅，一下我眼回想22年前用咪真地圖嘅愛，行喺一種當時嘅相片。漳州的前度，一滴滴的人生還有想象。我們唔知究竟係白夢，還係有兩件事情發生。風風的路步，我好行路，慢慢地行，慢慢地行到我背去。喺幾時開始關心用妹嘅事情？我想係因為阿媽當奇怪，看到其他嘅客家家庭全部講阿婆，因為我下你講阿媽，我想當人寫世界，係本世界阿婆帶嘅，我哥哥係，我妹妹係，我啥唔係。這世界，我喺記憶地位度，阿媽像一隻看唔到嘅神樣。佢時候講客話係因為阿媽。這世界，阿爸阿妹因為要做事，冇嘅時間，咪冇觀念，教人講客話。到阿媽搬到一年會後代，每度會同阿媽講話，但咪開始學客話咧。用班學識客話，客家廣播電台，客家嘅音樂，還有同阿媽喺對話地位度，我慢慢咧學起來。後來阿媽離開咧，我爸爸用妹從細對用妹睇。在左该堕胎，对黄连一的这种德性没错。從學我母語運動以後，佢開始關心客家嘅事務，特別轉到用埋，佢仲要
真多的事情好过。有一次这戏是杨梅高中，呀，梅高过去嗰片是干嘛个？兵长，以前那个反共义士村啊，呀，1、2、3自由的反共义士村。因为民国那40几年死咗。有時節，我嗰陣到楊梅鎮，看條牌，大個嘅路過，我想，就算某兩億是哪年來改編，當時人寫嘅愛，喺東南分辨出，有乜解冇用嘅。之前轉不下路當多，要每一條路都係轉不下，翻山越嶺，填河壩是靠水。这2间，中国国民党隔壁这2间就是了，不是康什么？然后隔壁这2间也是阿公建的，后来这间卖掉，后隔壁要2间了，谁间了？现在以前我们家变和康连锁药局了。建房子了，看到没？要变个位置。以前我妈就在我们工作，我们从家里这样过来，这都起兴，这边都是全部工厂，还有一条水路底下上要上唔得嘞，要不然底下被上。我媽媽先做關心人，聽講佢係饒平人，佢寫嘅時節，部下全部講饒平話。对啊，我妈都这样下去洗衣服啊，但是那时候没有那么，那时候都有还很多。後來佢就講回流咧，到見佢向佢哋寫饒平話，但係我聽起來。要衝起回流藥片。要拜啊，冇種時到啊，雨地啊，慢慢來的哦，就管，太感應的管的啊，管人家經驗啊，是按樣人是唔記得去老唔得講啊。有小孩來做老人家來生活康帶，陳山地北嘅太爺咯，地方太婆、二婆、四婆已經離開了衙外，出外打拼，因為呢機會來了，不說呢下山來申請到住太婆嘅無關屋，對人屋地方太上險。住太婆唔是看到地方家家出來本來是。住太婆當啥屁講？還有地方咧，唔講嘅，也是唔講啊，哈哈哈。太爺郎講。你唔看到出來本來是，但是哪兩跟我講我。哎呀，還沒逛到我啊！
太可以了。讲越嘛，你讲啊，你真是你真仪式的神器是吧？咩来呢个？来讲一句，来好，一号，先生做，先生咩先生？先生做。小朋友做，小朋友做，小朋友好，小朋友好，还有是你好，你好，爱好，爱好，几好，你好，同学好。同学好。嘿啊，小细个时节就会讲鸟片咯，阿伯阿叔就讲鸟片啊，啊，到台咧。教到了种落来就莫讲啊，讲恢复，莫是讲了实验啊，像长连讲啊一样啊。各位乡亲，你啊三日接点吼，来就表演的，系我哋六家结小的福神日吼，你月亮的总上的鼓励吼。讲起来要真神奇，俺爸爸原本是讲回流的，俺妈妈也是讲回流的，但是俺煞比较会讲实验。俺想，也可能是从小时节唔系记得讲下讲下快的关系。后来，我接触到当到客家的佛法堂，慢慢开始记得那一话。做生意这地方嘛，差不多，那就印象是迄火车头头前咧，个人出山啊吼，好事坏事全部伫甲要判啊。个车头头前是毋免讲揭发，不过大家认为嘛个相美好相望的啊，相长的啊，相嘛个袂好啊，大家就嘛个大部分全部迄坏事较多吼，出山的，人出山的是真闹热啊，认为是个一条路径啊，一条街路底下边。大家是爱伫当前的地方，像可能带步行啊，个小腿个发出来菜吼，青头腿、太古种呢，蒿子、耆呢，个电动蛋呢吼，几头腿按蛋呢，像紧讲按功能都复杂掉，等到差不多些时间到嘞，这样开始第一种的进攻出来，认为复杂掉按紧讲按跌2-3天，让这个。太长路啊，大成路那边啊，就这样啊。好事要不认第，坏事要不认第啊。杨梅哦，很淳朴啊，然后人情味很足啊，对啊。然后嘞，1、2、3。就是很多老人家啊，都会经过都会在聊天啊，就是用客家话聊，然后蛮亲切的，因为本身也是客家人，所以现在比较没有吧，因为现在年轻人比较不大说客家话了，自己说的也比较少。有人跟你讲，长辈跟你讲客家话，你还是会用客家话去应对啦，只是平常。同台之间都讲国语嘛，因为比较不会去讲到客家话。长大的吗？对。那请问一下，你会讲客家话吗？会啊。我们以下用客家话对谈好不好？可以。那请问你好，那4S 姐那边
用来讲客家的情况怎样来？我感觉这几年算较独特的。这是一个好用来。谁师尊因为我们教育的方式啊，拢应该拢爱到讲他，爱到全部用公益落去回答，所以讲的几率就还少掉诶。那可是长大之后，因为就是说大家在推行嘛，那碰到比较年长，爱到落去讲客家，那一般还是以国语比较多。可是自己在觉得周遭这几年就有感觉就还多掉的我不是，我是头份人。对。那你觉得这边的客家跟头份的客家不一样，口音也不一样，口音啊，所以我来到这边都被同化了。对呀、所以我这边讲的是这边讲的，我不知道，他老是很多人都说我的客家话的腔调很奇怪，动气怪。客家哈，就是你是这边长大的吗？对。那你本身是客家人吗？是啊。但是小时候对这边的客家的印象是什么？这里就是蛮淳朴的一个乡镇，也还好，只觉得小时候小学老师的发音也不是很好，所以可能大家在这边长大的小孩都有那个客家音的，对啊。那这个是会为你造成困扰啊？你会觉得客家口音很困扰吗？蛮困扰的，到别的像到闽南的城市的时候，人家就会问，就觉得很明显，说以为我们是香港人啊或什么的，对啊。对啊，口音很糟糕为什么不喜欢讲？因为朋友都讲国语，然后会有客家音。什么样的客家音？例如，就是什么尾音很重的那种客家音呢？你也知道的。这样会很难听吗？不，我们知道那是客家音的人就觉得有点好笑，对。为什么？你不是客家人。可是我没有客家音啊，是吧？中啦，偏向了下底嘅尝试。头摆要去迄一只客家面东创嘅地方，根本嘅你看唔到当时嘅情形啊。但係有嘅时节，你还没看到客家嘅人嘅。对遐上市地报图，客家母语慢慢无人讲诶。但係随同大家开始重视客家文化，语言嘅保留还有传承，会开始发生嘅。
唔甘心，又追到2擺下來了，又追得2擺冇了，太上海。海宝地方，来自己的看到地方，这个车门本来是那个都是东家嘞。你不讲。那个出版来了，有铁匠的大家，你看不到，哈哈哈。太陽咯，出去搬，不過搬唔到。太陽咯，想用送嘅哦，不送嚟嘅，用出去一送，結果呢，生意不會送。照漂亮好不好？就以我自己来讲，我在外省村长大。其实我刚开始我不会讲客家话，以前我很怕问路，你知道吗？因为在中立附近都是客家人，然后在台中以后都是闽南人，所以我基本上我也是到幼稚园，从做幼稚园开始，我才跟那些阿嬷老一辈的阿嬷开始学客家。刚开始当然会被人家笑啦，那我是觉得说学起来到我目前为止，大家都认为说，哎，我客家讲得蛮溜的，其实学习并不难。有这样的家长，有少数家长会反对说啊，我就吼罗郎啊，干嘛要我学那个客家语嘞？那我们就跟他说，因为这个客家语虽然你们是吼罗郎，可是用到的机会也是算蛮多，给小朋友多一个这个尝试来讲的话，是觉得还蛮不错的。那我们多学一样，就像英文一样，也不是我们的母语，可是现在英文变成国际系通用的语言。那客语的话，也是说希望家长能够慢慢尝试着进来。然后接受我们这样子的教育，那一般家长因为这个学期也过了差不多一半了啦，家长也慢慢觉得说，哎，客语这个课程还不错，因为它有歌词的带动唱，小朋友回去会唱，他觉得唱起来蛮轻松的，所以家长也都蛮认同的。到现在有的家长都已经开始慢慢在接受，也慢慢在认同当中。係啊，呢下嘅種啦，要客家人，要河洛人，還有外省人，母語教育嘅限制，還有效果，一直都係教育者面臨嘅難題。像家長，你如果說他不太懂的話，他也不知道問誰，所以我們只能讓他就是聽錄音帶，對。而且家長他本身有些不是客家人的話，他學習可能也有瓶頸啊。像我們學習也是有瓶頸啊，對，因為我們老師雖然有的是客家人，可是他也並不完全都懂客家話，就是他翻過來客家話的意思，對，所以多多少少都會有瓶頸，對啊。是慢慢的之後開始有那種唱歌，其實這種教學是比較好的一個地方，就是它是用唱歌的方式，就用唱歌的話，自然就對他們來講會比較容易吸收，小朋友會比較容易吸收啦，所以慢慢的家長開始也能接納。然後再來一個就是現在好像國小，我們這附近的國小是以客家母語為主，所以基本上反應的話就是慢慢減少。傳統認為上按用嘅母語教育，就像苗平做起咁樣，5年以後有傳統蠻緊。但係按用教細人跳舞，教細人唱歌，教細人讀書，教育潛移默化，為了應用萬人又有正確嘅答案。
有时爱想，比较起头摆开始读收音机好合法嘅爱，也系小朋友真紧动幸福。不管系沙飞，还系学校，全部有千多尽心尽力嘅人，为记着杀鸡考场，关心记着好合法嘅情形，石头真紧无困难嘅。教好吼，老师遐教好当然无轻松，本身较刻板，较无按度起起跳跳的。你遐是按度有调音嘛吼，按度钱啊，有啥人调音是有按个成果啊。比如讲本身是落杂这个产业较大，你遐迄个较大，所以讲东西有较大，卖得快回去也较好。唔像本身讲，你讲嘛该是当刻板，你遐唔系你遐当多资讯当多时间就可以出来，所以老师搞虑了，还都做也所以给主题单元嘛非常的好发挥。要搞好变化，当然安尼变化也错啦，因为刚开始迄个搞好的经验是，刚开始搞的时候，那开始空，我嘛该无嘛该，我嘛该无嘛，其实来做全部的天师党，第四台这个宽度夹潮是等班尾落潮，哎潮庆多潮也是搞一些，不过你无整理无一个系统所以搞起来是。伊遐是讲有书书开始睇条阮念书啊，书来念，念书来要创国创国会咯，所以有就会发起就做咯，这开始永远变化。是美女来开门呢。用哪一股用？要比讲客家话的情形，老总还无相同。但是随着人口还有家庭的改变，面临到客家话常常会冒出的问题。阿来你错啊，你错呢？听不懂。好不舒服哦。看见信，我讲甜，看见信用笑脸脸，好你讲。糟糕。看见信用笑脸脸，龙财五毛好人人，早生贵子命上好。菜等两王万年，那也安尼去，您如下头信用就凭就结婚的时间，看到信用按降有谁讲谁讲呀？我知道，你家客家食材唔係講千萬不過是搞個過程中食材係因為特質家庭地位，阿公阿婆會講啲啦，阿爸阿媽唔會講，哥哥姐姐講全部唔會講，所以搞起來真困難。做得讲困难重重，没讲困难天天，实在困难重重。因为但是为小讲小朋友上学校上国小的时候，他发过我唔记得。该是无哟，因为因那出口的关系当然你古时候传过来，老祖宗传落来给演义安尼无别太啦因为学校教的差不多台教就讲国语所以比较所以你也讲的推行方言啦，所以他哋就细着啦，就见面学校啦，幼稚园还是认为谁是可以所以就点细着啦。现在尤其是这2年，我觉得应该有比较多的倾向，还是主要是有老人家的家庭或3代同堂的
这个情形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一般老人家都会鼓励，像奶奶啊、爷爷那边带大的，像孙字辈，他现在客家话都讲得很溜，还比我们厉害，所以我接触到，我觉得这方面是很可取的。我是觉得，就算学校方面有在教一些客语方面的课程，可是回家以后，如果家长或者是家庭里面没有在用客语的话，其实也不会再进步，应该客家话会讲的人会越来越少，对吧？陈艳华。陈艳华哦，你叫什么名字？陈艳玲。陈艳玲哦。来了。你在那里有个商人想。对。妈妈在。妈妈在去哪？在去食蒲街。食蒲无菜，食蒲菜。食蒲烧到最开开。你吼，你也食哦吼，如果还有讲项无？真少咧。嘿，做乜嘅會前上？cái cha mình học đồ như nào cha bà chú cho mày được một bài xong bà cháu ngày chú quậy như tụi cái tuổi tham hắn cho nói là sẽ nhiên chú anh đi tổ ác của mà phố anh ấy nè tô số简单này chú nào cái tuổi tham đó là hắn còn học困難này ha cha bà cái mày到cái接受學到嘛hắn chú còn muốn còn hắn tổ anh ấy ở cao họ chú học困難的為少講到小學嘅時間啊，係講小學冇話要教，已經到小學時，他男友嘅為小佬講哦，係咪？呢個小學學法學易嚟嘛？先講要按樣少啦，我印象哈，因為到時候嘛，不卡就到時間來多交談按樣嘅啦哈，hắn學教嘅係講小學就按樣嘅嚟課學先修啊，咁也正好啦，唔係講因為。到七屆母日來母語啊，來實踐佢啊。學校在執行的客家話，我覺得還是要家庭教育的，因為有些地區不是那麼客家話的話，他小孩子在學校學一學，回去講的也是都講國語的。那我教那個學校是蠻客家鄉下的學校，所以他小孩子都蠻會講的。因為他在家裡，公公婆婆在帶都是講客家話，所以他本身就很，小孩子都是用客家話來說，所以本身生活環境就是講客家話，就很能夠講。那一般比較市區的小孩子就比較沒辦法接觸到這一方面的。前些年啊，有一位日本的朋友來。人哋帶佢去客莊了，食客家菜，還有教佢講客家話。像台灣像那個你，これね、急須だもんね。急須。じゃへ。これは茶杯。茶杯。僕の母語だと発音とすれば茶杯。茶杯。茶杯。俩へ。これは俩へ。俩へ。そう。これは俩へイコールこれは。俩へ。杯。茶杯。じゃ杯。杯。そうそう。杯。そうそう。茶杯。茶杯。はい、せーの。俩へ。茶杯。の自己紹介するときさ、なおだったらなんて言うの？なへ。なお。なんせ。なへ。ぬ。にじゃぬ。あい。がい。お。なへ。なお。
要去。我要去，几天用的学校用的东西不要去。对那比我也没有去。我打希望闹。我是说我可以去。那嘿。这边去大家教一讲。出嚟呢盤，樣板出嚟呢餸，放咗你服熱，糖都唔會甜糖。都是眼睛盯着他。对吧？哎，他那个，那是他女朋友叫什么名字？纯如啊，当球毛跑街啊。咦，加拿大一张脸啊！你破耶！阴地啊！你那什么表情啊？去做咧那种共事抢感情演员，安用皮干咧，很强很。他怕他讲起未来老公之类啊。固定的。跟地。大家好，今天介紹下只朋友，朋友就比坤，做埋介紹佢啊，佢講客家話哦，按到長樂嘅客家話，咁仲咪就西人，第四西人啊嗬，海陸係到長樂，哦，今天介紹下朋友按到比坤，請哦，比坤，出得唔好跳啦，過來啦，出晒啦，比坤。介紹一下啦，哦，我嘅朋友冇照本係對啦，哦，講一下長樂啊，乜嘢都長樂啊，差唔多唱下就西人，而家不過講乜啊？哦，講長樂，長樂嗰外界用梅路行哦，伊只強到長樂，長樂迄個都講喺綿縣有個叫長樂的地名，地名，係地名。佢過來個我都講長樂，長樂強哦，其實哦，我都攞要做乜談唔到長樂嘅飯嘅，因為哦。大家要講西人來講乜嘅哦，大家都漳州哦，人都講西人係聽聽講西人。迄長樂話將係人係公啊，人係巴嘅，就全部講長樂。長樂長樂都蠻講嘅。我係講嘅話，人都出湯，按講只湯嘅。我先介紹我自家長樂度，我到羅漢唱到用年哩啦，用年哩第半年哦，唱到要你係面咩講嘅面咩無當到啦，因為講長樂嘅話哦，我哋講。大家講當奇怪，當奇怪啊！奇怪，當奇怪啊！當奇怪，我講我啲講法就當奇怪哈。轉過來，轉過來，一步一步拔啦，不要一次拔太開，不要。我講摩托就是有啊。這樣它溫度都會慢慢。我老豆我咪唔點講奇怪，我哋講客咁啊，按到長樂，我因為我宿舍嘅一個同學叫尹和松哦，佢講喲。你講你咪強啊，咱也熟個講嘅，佢當奇怪你咪強，還沒講哦，到包尾佢咱證實哦，佢當按到長樂我陣啲哦，乜個按到長樂，佢嗌速度低哦，佢按到低按到長樂，佢嗌啲後生嚟低咯。你講嘅已未真嚟咧時候咧，咁我下配幾咩唔可以講，當我哋台差唔多咧啦，所以我哋教冇下台講，都係講長樂。你就講得按到路行係行尾啊？係行尾。路行嗰隻範圍嘅行尾啊。係啊。竟然是做奇怪哦！我太普強沒談過咧，吼，西人沒談過咧，海陸安尼沒談過咧。奇怪了，不卡講嘅法子，我捌到佢從細學客無學過，對啊。那啲個有規間人講。都講客講唔會爭就錯咧，係嘛？講唔會爭，你按到長樂嘅。長樂。以前本來全部都會唱的，阿公過世之後就再也沒有人教了。對啊，所以全都忘光光了。閩南話。為什麼？因為閩南話比較好學，又比較好講。可是你爸爸媽媽是客家人。你會不會講客家話？我講一點點。你聽得懂嗎？聽得懂。那你學校是教你閩南語還是客家話？閩南語。媽媽對小朋友的課語的那種學習會不會煩惱？對啊，因為我不知道怎麼教，然後學校教的有限，
校教的你可以接受吗？学校教的不能，因为他都教一些很传统的诗词，那个叫什么童谣，客家童谣而已，而不是生活上的内容。所以我觉得要小朋友这样进步有点困难。咁而家看幾棟嘢咪講上咯？哦，我介到阿叔介到吼，介到叔喺老一輩全部講，喺橋上講上咯。我講詩人被罵哦，我講村內乜個詩人苗片介到被罵，用人發唔出間講介到嘅，從龍講乜嘅，這個講哦，真係下一輩唔知要嚟咋，要嚟強嘅。咁而細我介到就搞佢講上咯。哦，我冇嘢就要教啦，嚟吼，介當然嘅講冇聽，你講佢聽嘅時，佢唔可以講啊。冇嘢咩？佢聽嘅時人家講嘛嘅，佢聽嘅時我冇用書包嘛，做嘛佢講偏偏冇會飛來，講偏偏啊，老講打球咯。都不講客家話哦，不好啊。可是我可不可以不要講？为什么？那你现在在外面工作，你也常在桃园客家地区走跳啊，会不会有不方便？可是大家都说闽南语哦，客家话反而讲比较少。那你听得懂？听得懂客家话？听得懂啊。但是你说工作，我们遇到年龄层都会讲中文啊，有差吗？客家話嘅教育開始變到多元化咧。原本單單係讀書，都跳舞，都唱歌，都見沒有華僑嘅人出來。當然，教育嘅資源上，教材的缺乏，師資的不足，家庭教育的態度，阿爸阿媽沒冇講客家話咧，還用白人教人哋下一代呢。每年都睇環境嘅變化，客家的態度有啲唔認為可能係安樣嘅，問題變做歷史後咧，沒有懂到客家人開始寫。母語含有文化的色彩，慢慢的開始富有還有保留。就像三條小竹的個故事一樣，不堪一擊的無關我，而你得到了啟示。